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请鬼拆药单，另外一个讲法是请鬼提药单。意思是拄到代志的时，拜托了唔着人，唔若代志无解决，而且有可能互局面更较歹处理。佛教认为讲，人存在空间是阳间，人死后会到幽冥地府接受阎罗王的审判。就是讲人破病时，请鬼去提药单，提药来食，那你有可能直接去地府报道。像屏东有一位老太太，伊腰子功能无好，伫病院拄着有人伫甲推销，介绍伊去买组团的动物的药方来食，讲保证药到病除，以信以为真，互人带去一个假中医师的厝内开11万，买拢是一寡真俗的中药材，毋若开冤枉钱，佫险险啊延误病情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请鬼拆药单。